家長現在最焦慮的，其實不是孩子成績，你真正焦慮的是孩子不愛學、不肯動、不願意承擔、講不通。你看到的是不配合，但真正的原因很簡單，孩子的內在支撐系統沒有長起來。什麼叫內在支撐系統？就是能自己做決定，能承受不舒服，遇到挫折不逃跑，能和別人好好相處，能把話說清楚。這些不是天生的，是需要被教的，而且是要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教的。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？順序反了。現代教育順序變成先拼技能、拼學歷、拼分數、拼履歷，但孩子的心是空的，德是缺的。可是古人的順序不是這樣，古人是先立心，再立德，再立才，最後立功。什麼意思？一、0到7歲立心，我能安住我自己，這一段不是教知識，是教等待，不搶不怒，懂界線，能表達感受，能尊重別人，也就是先讓一個孩子成為一個可以相處的人。二、7到14歲立德，我 V 能和別人一起生活，這一段教對人有禮，知恩圖報，分辨對錯，有分寸和界限，也就是讓孩子明白自己不是世界中心。三、14到20歲立才，我能走向世界，這時候才開始學習方法、學習能力、學科知識、解決問題，也就是能力要長在穩定的人格之上。四、20歲之後立功，我能擔得起責任，這時候孩子才有承擔力、抗壓力、行動力、做決定的勇氣，才真的能站得住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我們跳過立心，跳過立德，直接要求孩子要專心、要努力、要上進、要懂事、要有自律、要負責任。那孩子會怎麼樣？結果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，一不順就生氣，一難就逃，一累就放棄，一輸就否定自己，遇到人際衝突就硬頂或躲避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活。不是孩子不行，是順序錯了。現在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誰對誰錯，而是我們要把順序改回來。孩子不是先長知識的，孩子是先長心的。當心立起來，德自然長，才學得住，人生才站得穩。從下一集開始，我們回到第一步，怎麼讓孩子的心長回來。